好心好行，煞无啥通穿。来看到咱台视新闻的独家报道，有民众经过台北市上山车头的出入口，发觉一架货车在铁笼啊，内底拢装狗仔，有一寡狗仔搁放出来外口乱扫，引起民众目睭金金看。咱台视新闻的记者问到这个团体，原来叫做狗王庙，负责人是一个师傅，伊讲这狗仔拢是一个人照顾，会当讲是劳心百百。也毋过，所有民众投诉讲，甲狗仔牵出门无牵狗链仔，已经违反动保法，上届当时当罚1万块。狗狗好可爱呀！几六只狗仔就安尼趴伫货车顶站，斟酌甲看下站的铁笼仔内底嘛有几六只，各位头前看，阁有狗仔直接落车伫路的拍走。这台铁笼仔车出现伫台北市松山车头的头前，车顶载10几只狗仔，有出家人伫货车边仔拿风发、拿送国旗，阁放一个钵来募款。请真侪人伫边仔看，到底是什么团体这么神秘？咱顺线找到这个秘密基地。这样子已经历时19年了，就是显现国旗、捍卫主权，然后免费赠送，叫人家去悬挂，人家都觉得我怪，尽量少接近。怎么说？误会很大。这间狗王庙有47只狗仔，拢是关怀法师一个人咧照顾的，会使车甲因载出来，嘛是高不离中的。这样才能够就近方便啊，因为我一个人带着它，这样才不至于就是说没有人照顾啊。不养狗的人不晓得啦，当你养了狗之后，你才发觉到狗后其实乐趣无穷。毛小孩就是我的小孩啊。虽望真有爱心，不过像安尼带狗仔出门，说放因四界黑白走，其实已经犯法啦。募款的方式有很多种用这种方式其实比较容易引起公众的恐慌比如说呢，它那个如果狗狗在街头的时候，它并没有系绳，那基本上它又触犯了动保法，然后同时又是重大刑权，那这样其实是很容易引起公众的恐慌的。根据动保法的规定，主人要带狗仔出门，就要甲牵的，若无会当罚2000到1万块。不管安怎讲，看到10几只大只狗仔伫路的拍走，民众的心内实在无法度放心。记者综合报道。